位伫咧北区开湾路的社区大楼，29日下晡，大小朋友化身各种妖魔鬼怪，参与趣味的闯关，就连恐龙嘛咧拍电脑，场面是相当的热烈趣味。为了让大户感受西洋万圣节气氛，陈大成管委会特别结合学校、补教业者、餐饮业者、帮众业、有美容业等20个单位，共同举办陈大成魔法学院通关活动。各单位设计真侪游戏关卡，让民众参与。看到社区举办这款趣味活动，大户拢相当的肯定甲喜爱。很好玩，而且我觉得很棒。对。因为活动是配合万圣节，现场有真侪单位拢有假鬼假怪元素。大人囡仔变装装扮以外，就连食的嘛相当的应景，配合活动的精神神气，也特别以万圣节为主题，设计出相关精油皂，让民众闯关兑换。那他们只要闯关穿服装，就是变装成今天的这个万圣节相关的服装了，我们就可以送有一些糖果啦、礼物啦、精油皂啦，还有南瓜精油皂这个部分。陈大成的管委会，还有我们直隶师长，我们王理事长热情的邀约，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来赞助这一个活动。因为这场活动是管委会首次举办，看到大户反应拢相当的好，管委会表示，未来阁会配合无同的节日主题，设计无同的活动，让大户参与，增进厝边互相的感情。但是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